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6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外一个网站看到台湾700外的监视器的画面，治安专家提醒民众，爱买有认证的监视器，嘛爱改密码。美国总统拜登会出席台积电伫亚利桑那州工厂的移机典礼，伫台湾时间明仔载透早5点会发表演说。国内有一个7岁查某囡仔为着新型禽流感 H1N2V 病毒，是国内第2例，全球第45例。先开始来看，即马真事件，为着厝邻的老大人、囡仔有宠物装监视器，会当24点钟监看。有民众就发现讲，国外有一个网站，居然看会到700外台台湾各地监视器的画面。业者甲治安专家就提醒民众，要买监视的设备，爱看敢有通过认证，嘛爱改掉原本机器设立密码和安全。无论是店内也是出门前，明明就是私人监视器。国外网站 Instagram 所当拢总看甲清清楚楚。民众为着安全，顾囡仔、顾猫仔、甲狗仔，会考虑到监视器，但画面所有可能留去国外网站，嘛，互民众感觉真离经。除非说它是特别装在房间什么啊，然后所以隐私会比较容易外泄啦。那当然被人家观看的感觉一定是不好啊。有民众发现 ，Instagram 这网站顶头上无700支台湾各地头的监视柜面，其中包括私人的徛家也是店面，只店柜面。制作商多数拢写明是 HI3516，是一款来自中国海事半导体公司的晶片。监视器的晶片，大陆的跟台湾的都有，几乎整个基板来讲，应该算是联合国的了。台湾的零件，大陆的零件。已经都很难避免混合在一起制造。监视器品牌侪种，无论是倒一国制作的，业者甲专家拢提醒，安装了后应该循环暗号。因为它会有2个密码，一个是内部你连线的密码，一个是你外部注册到它一个云端服务的这个密码，所以密码来讲也要去取比较复杂性的这个密码。厝内已经有到的民众，唔若爱换暗号，该定期互系统更新。今若是还未到，但是准备要到的，专家提醒爱经有商品检验标章的，佮爱通过台湾 IoT 治安认证的产品，品质治安才有保障。记者综报道。来看顶个月初10，台南的客家互嫌犯开88枪，警方到打佮还未抓到人。台南市警察局是宣布讲，甲客家分局的蔡宗昌甲保安警察大队队长刘全福2个人的职务对调哦。市警局强调讲，目前嘛已经掌握几个共犯咯，会尽全力来抓人。伫选举进前发生伫台南市客家无党籍市议员谢在旺服务处，佮有一间科技公司的抢案。虽然无人着伤，也毋过计强放开88枪，引起社会真大的关心哦。发生要1个月咯，到打佮还未破案。台南市警察局是表示讲，有掌握几个共犯，佮继续侦办抓人，分局长的移动未去影响到办案的进度。再来看台北市警方发现讲，有人透过网络卖一种用大麻素做的毒品哦，佮宣传讲效果强、佮合法。警察伫细做的嫌犯甲民众会买卖毒品的时抓到人咯，嘛伫嫌犯的厝内查到做毒的工厂，这嘛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抓到的头一件发生大麻素制毒的案件。起司车拄插好，正轻松行过去。另外一个查甫人嘛有准备，因2个人约好要见面致接。这个时阵，雄真侪警察围我来，甲装起来。这里面有多少重量？有几包？准备面交的箱仔去互查到，原警有发现到有内底一包一包，亲像是这个药仔的物件。经过检验了后，确认是一般所讲的飞行草本的合成大麻素，这嘛是真侪种非大麻实物制造的合成化学毒品。在侦查期间，伪装成道路清洁人员，长期埋伏搜证，逐步溯源。那专案小组在趁毒贩交易的时候进行逮捕。唔那超出毒品，卖人佫惊讲去互人乌食乌，还佫随身有炸这个电极枪来防身。警方调查讲，姓赵查甫人伊伫个面册顶悬唱名来发文，大量来散布伊咧卖的消息。伊见面就讲这是绝对合法的，并且讲这无这款大麻的成分，伊的效果比大麻还佫较强，才会话术来请民众来买。初步估计，因不法的得利就有超过5000万块。为了取得这个制毒的原料，那与大陆的这个贩毒集团合作，那以
化妆品的名义将毒邮包寄送到台湾，再设立多处的断点，以规避警方追查。伫通市的桃园，嫌疑犯的攻击主体内底，警方已进一步去破掉制毒的源头，有甲提出合成大麻素半成品，也有各项制毒的工具。也若原警因掠到制毒是安尼满过场庭，煞咧有掠到5个嫌疑犯，照毒品危害防制条例来甲侦办，这嘛是台北市刑大破获头一件合成大麻素制毒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伫美国时间12月7日要来举行移机典礼。美国总统拜登会出席，会伫台湾时间7日透早5点来发表演说。这嘛显示讲台积电伫美国设厂的重要性。外界有质疑讲，认为台湾有可能会失去半导体关键技术领先的地位。也毋过学者并无认同哦，因认为讲台积电嘛是甲大部分先进的制程拢留伫台湾。台积电亚利桑那州5台美的新厂就要举行移机的典礼，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苹果的执行长库克等人拢会去参加。外界上界关注的，就是台湾的人才甲技术敢会外流，甚至可能是台积电去台化的开端。其实有它的战略意义在，它有它的就近性跟地域性，但为了下一个阶段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事实上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问题。学者认为讲，台积电先进的制程大部分要留伫台湾，所以去美国毋但袂影响关键的技术流失，也会当加深甲美国积体电路先进技术相关的公司的合作，互台积电继续行伫咧积体电路制程上头前。它现在设定大概在它的产能大概在3% 到5%，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绝大部分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都还是在台湾本土。那我觉得这种分散，其实是对台湾是好处的。除了美国以外，台积电嘛积极分看亚洲其他的所在，尤其是日本是重要的同伴，策划一场台日半导体的交流活動。日本的學者嘛對台積電去美國是抱樂觀的態度。今やっぱり国際的にいろいろ不安定なこともある状況、これはパンデミックも含めてですね、そういう中で複数の拠点が、いろんな環境の中で適応して協力し合えることはすごくい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台積電最近的一舉一動攏受到市場的關注。這個月7日，台積電會喺美國加州舉辦投資者日的活動，這嘛是台積電繼4年了後，佫一屆喺美國舉辦投資者日實體活動，直接甲當地投資者來溝通。記者綜合報道。来看波蘭眾議院佮波蘭台灣國會小組的成員來台灣訪問，今仔早起甲總統蔡英文見面。總統是表示講，咱台灣、波蘭佮有烏克蘭，攏為其威權主義擴張的前線，所以特別理解講民主自由是真無簡單哦。嘛，希望講咱台灣甲波蘭會當有愈濟合作。另外，美國國會正在協商明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之前傳出講要撥100億美金來幫助台灣。白宮的發言人是強調講，會繼續協助台灣自我防衛。Jest mi niezwykle miło złożyć wizytę u pani. 波蘭眾議院波台國會小組的主席安祖率團訪問台灣，7日早起去總統府甲總統蔡英文見面。總統先感謝波蘭喺疫情的期間捐疫苗予台灣，嘛講到台灣甲波蘭攏有去互威權統治的過去，了解有民主是真無簡單的。台灣和波蘭都歷經威權統治以及追求民主的過程，也因此格外的了解民主得來不易，雙方應該要積極合作，共同捍衛民主自由。今年7月，波蘭參議院外交及歐盟事務委員會以及衛生委員會召開了聯席會議，無異議的通過支持台灣參與 WHO。對於這一份堅定的支持，我要表達誠摯的感謝。Polska strona wspiera pokój w cieśninie tajwańskiej. Sprzeciwiamy się ciągłego naruszenia porozumień, które są w tej cieśni, a także naruszania przestrzeni powietrznej, ciągłe naruszanie przestrzeni powietrznej przez Chiny komunistyczne. 喺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的期間，台灣甲波蘭攏有甲烏克蘭烏援。總統蔡英文期待甲理念相愛的同伴協助烏克蘭重建。
安祖还佫讲到台湾甲波兰签订避免双重扣税协定，希望会当有进一步经济合作，亲像半导体设厂。也若伫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了后，中国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不过，各国政要一直拜访台湾。东欧4国组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内底，波兰、捷克甲斯洛伐克，最近这几年来嘛强化对台湾的关系。也若美国国会当地协商2023年财政年度的各项授权法案，嘛希望会当帮助台湾强化伫台海问题的立头。I'll say this more broadly. We continue to work with Congress on ways we can reinforce deterre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build Taiwan's resilience in meaningful ways, including the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But again, I'm not going to get ahead of the process that we're currently seeing in Congress at this time. 详细内容是啥物？白宫并无进一步说明。然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到达，已经几届表示，中国若是武力拍台湾，会出兵协防台湾。然而，美国主要的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避免情势加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补选，国民党的参选人王凤仪要求吴怡农正面来处理黄成高的问题，嘛批评民进党团提案要修改选罢法，规定讲乌金庆毒袂当参选哦，只是转移目标尔尔。吴怡农是表示讲，伊无法度来阻止对手的抹黑，也毋过伊会坚持争取正面的选举。透早去文昌宫拜拜，佮去菜市仔扫街拜票。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补选开战，国民党参选人王凤仪攻击伊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吴怡农，甲乌社会有交结，要求民进党都要直接来面对党内乌社会的问题，而且佮批评民进党团这个时阵提案要修选罢法，规范乌金庆毒袂当参选，敢若是要转移焦点。到现在才要来修法哈，那么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败选，好，而且呢现在这个民进党的黑道问题，所以想要来转移焦点？吴怡农再去公布竞选的主视角，主打为改变投票的诉求，邀请台北市议员区伟杰甲王世坚去现场到相听。针对王凤仪讲，民进党高在有乌社会介入，吴怡农强调讲，伊无法度改变对手做乌等等选举的策略，不过会坚持拍一场清气、佮正向的选举。我没有办法控制对手的抹黑、跟攻击、跟泼粪。我们能够控制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坚持做好自己，问心无愧。不惊乌社会议题伫咧台北市立委的补选继续伫咧拖。黄成国初五要求党中央遂成立调查小组，伊会全力配合调查。伫调查的期间，伊嘛未参加中常会。吴怡农表示，黄成国希望受到社会上大的检视，希望国民党嘛应该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有一个29岁姓林的查甫人，指控讲伊伫中华的，伊伫代替中华大工作5档哦，工作的压力是伤过大，互伊规身躯拢是病哦，请病假卖互主管刁难，互主管骂，伊认为讲主管是咧霸凌伊。也毋过伊的主管是表示讲，这个员工有70%的时间拢无来上班，请假是依照规定，并毋是特别甲伊刁难。这位姓林的查甫人是代替员工，伊提出医生证明，表示家己身体欠安，爱定定去病院。不过向主管提出请病假的需求的时阵，颠倒互主管骂甲臭头。你说你肿瘤，你什么理由？你告诉我。没有，是血多症啊，是血多症。什么叫血多症？就是红血球太多，会造成血栓跟状况这样。我一大堆，我还跟你一样，拿个检验报告没有毛病。姓林的查甫人表示，家己伫咧代替中华电力单，因为家己身体本体就不好，加上因为爱轮这暗暝班的膝头压力真大，必须爱定定请假去看医生。伊讲家己依照公务人员请假规一个请假，却去互主管刁难，甚至伫去年5月，佮家己调去苗栗，伊必须爱长时间通勤，甲欠的钱拢开了，身体还佮心肝头拢无法度负担。不过，这位向指控的主管表示，这个员工今年呢，逐个月有70%的时间无来上班，也无法度当面沟通。今年不到7成，现在还没有在上班呢，而且请拿那个医生的，又不是拿那个教学院，我也给他讲说，你真的有病，我就给你重大伤病，给你请1年的有薪假，他也拿不出来啊。他主任告诉我说，常常突然间就给人家请假，那工程没办法进行啊。
去防指控的主管表示，这个涉任的查甫人，只要依照相关的医疗证明来请假，拢会当依照程序办理，唔承认有该刁难。说因为这请假的日子超过规定，造成管理和安排班表的困难，已经要求改善，也拢无结果。代替也已经启动内部调查，不过双方表示，拢会透过法律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有统计指出，讲台湾每平均1点钟都有2件性侵案件通报。立宪基金会指出，讲因服务过的个案有7成以上，拢压未12岁，有超过一半的受害者，代志发生20天后，才有勇气讲出嘴。最近足清的网络剧，讲一个查某学生向妈妈坦白，互老师性侵的代志，妈妈一开始却无跳出来甲保护。影片内底演妈妈这个角色的演员丁玲表示，迄是因为女性自细汉就互教讲爱吞忍，较免互叽叽嘟嘟。我们的教育没有教我们女性要勇敢的站出来，争取保护她的小孩，这是我们在教育这方面真的必须要下功夫的。但也在这边告诉所有的父母亲，不只是母亲啊，父母亲，你们一定要知道，任何事情绝对要先选择相信孩子。丁玲担任长期服务性侵受害者的立宪基金会公益大使。立宪基金会初六开记者会讲，台湾现主时每点钟拢有得要2件性侵案件的通报。因自2017年以来服务过的137个个案内底，有73%受害的时拢也未12岁，得要一半的人拢是超过20年以后才讲出嘴。当年幼的孩童他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地说出他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警讯，有一些讯号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包括有一些人或者是地方或者是物品，他突然喜欢，后来便不喜欢。基金会表示，性侵案件发生了后，受害者4颗位上亲的人上重要，爱将握、听、问、接。找死的步数，详细听受害者讲，问事件的细节，莫批评。接受因的讲法了后，紧找像立宪基金会安尼的资源到3天。记者林书谢桂林新北报道。来看全球第2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雄雄宣布破产哦，这嘛已经不是最近的头一件咯。过来有真侪投资人受害。金管会是指出讲，因为要立专法爱真久的时间，目前是按算讲会针对虚拟的货币豆豆开始管理，嘛拍算讲要甲平台甲客户的资产分开来管制。没想到这次 FTX 这种全世界第2大的也会出这种状况，算蛮错愕的。先是投资加密货币，但是因为之前 FTX 交易所发生创办人甲公司资产转转去等等的歹代，投资拢乌有去，损失240多万美金，搁爱靠家己开10多万美金找律师处理。先是甲专家拢认为，台湾目前欠缺对加密货币的管控机制，因为他们已经有开始一个清算的代理人。那目前都还是在跟这边去做一些协调。资产储备跟资产隔离的部分，我想是最重要的核心啦哈，因为你这个投资者哈把钱放在一个交易平台里面，他有没有办法做到确实的隔离？就是说把你的东西存着，不做或者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才去做其他的投资。目前台湾针对加密货币是以洗钱防治的方向来管理。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初五接受质询的时表示，针对加密货币的监理，现今目前正在规划以投资人保护、资产分离2个方向来研议。可是他在台湾也有一些代理业务的公司啊，譬如讲他在做客服的啦哈，他做宣传的啦哈，都有。那类似这种代理业务的话，有没有可能把它子公司化，或者是要求要子公司化才能进行这些客服、进行这些宣传，有没有可能？鲍委员，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可能会未来大家研议的方向之一啦。黄天木表示，虽然大家认为金管会来管理会较严格，但是金管会能量有限，无到各项代志拢立管。加密货币管理，行政院正在做下部会的研究，估计会一步一步来进行管理。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来看咱国内有一个7岁查某囡仔，伊为着新型的猪流感 H1N2V 的病毒，这是咱国内的第2例。这个查某囡仔有亲像感冒的症头，9月2日因为发烧去看医生，检验毋是为着新冠，嘛毋是流感哦，后来验出是 H1N2V 哦。这个妹妹厝里是有饲猪，可能是有关系。目前家在讲哦，厝里其他人拢无去怀着，应该算是个案，用抗病毒药来治疗。
疾管署嘛提醒讲哦，预防禽流感有5个重点：卵啊肉个爱煮好食才通食，嘛爱直洗手哦。有发烧就爱挂手暗才去看医生，嘛爱去注流感疫苗，爱食了健康，困好饱，生活就爱正常。国内阁出现新型猪流感病毒，中部一名7岁查某囡仔最近无出过事，厝内有饲猪场，今年9月20日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2天了后因为发烧就医，新冠快筛阴性，流感快筛 A 型阳性。经过疾管署实验室进一步检验是 H1N2V 流感病毒。是咱国有史以来第2例新型猪流感病毒。猪的 H1N2V 就属于比较轻症啦，所以而且目前我们看到这2例也都是在小孩身上，目前都没有发生比较严重的症状。疾管署表示 ，H1N2V 是存在伫猪仔的家病原性流感病毒，有通些人也会有感染的病例。全球累计至少有45例，以美洲41例上侪。病例多数有猪仔的接触史，也无透过食用肉片感染的案例，也无人传人的现象，属于散发个案。好加在克流感、水洛沙等抗病毒药物会当有效治疗。培养出来的病毒，事实上对我目前储备的克流感跟瑞热沙，事实上就都没有抗药性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也请大家放心。疾管署强调，国内头一例新型猪流感案例是去年4月检出，是中部5岁查某囡仔，厝内也是从事禽畜养殖业。2个案例治疗了后，拢已经康复，所以提醒民众防范新型 A 型流感，爱注流感疫苗。另外，也唔通生食禽鸟卵的制品，唔通接触饲禽畜。莫野放也是随意等禽畜，也唔当去空气无流通的燃料上客的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将双方拢进行攻击。乌克兰是指控罗西亚将对东南部社会弹造成4个人死亡，罗西亚嘛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攻击因的空军基地，嘛造成3个人死亡。乌克兰真济所在空袭警报一直响，包含首都基辅民众拢避向地下避难所，其中包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蒂尔克。乌克兰表示，俄罗斯采购发动新一波飞弹攻击，东南部厝早海区造成死伤，差不多70辆导弹大部分被拍烂。10月以来，俄方继续针对基础设施轰炸，这几天供电系统受苦被炸害，部分地区各限制兵力黑暗当中。计表国摩尔多瓦也受影响停电。Кожна збита російська ракета – це конкретний доказ, що терор можна перемогти. У багатьох регіонах для стабілізації системи довелось перейти до аварійних відключень. 俄羅斯表示，烏克蘭無人機攻擊俄國薩拉托夫地區甲利山市附近空軍基地造成傷亡，2架無人機炮拍落無人機碎片損害。Все назначенные 17 объектов поражены.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удара нарушена переброск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м транспортом резерва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 район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路透社报道，基辅也展现愈来愈凌厉打击伫乌克兰南部甲东部1100公里远的前线以外俄罗斯战略目标。萨拉托夫离上近的乌克兰领土至少600公里。俄罗斯评论员伫社会媒体表示，那乌克兰的攻击因侵入俄罗斯境内这么远，可能要能力攻击莫斯科，进行就爆发生神秘爆炸。军火库战略库甲克里米亚基地爆炸，至少7架战机被毁。切俄俄罗斯总统普廷去联召俄罗斯南部甲克里米亚大桥损失，不过2个月进前才受到爆炸攻击。基辅毋捌对任何一摆爆炸表示讲这是因做的，只表示这拢是俄罗斯入侵的报应。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蒙古最近有大型的示威，抗议民众将占领中央政府的大楼。这场示威抗议是因为有人逼讲本地要销给中国640万吨的土炭，价值120亿美金，大约是新台币3900多亿哦。这批土炭却熊熊消失，民众是爱政府负责。目前已经有30多个官员和当地政府以谈有罪侦办了。蒙古中央政府大楼前聚集真侪示威的民众，因咧画口号、举标语，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遮侪民众因聚集伫个蒙古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国家宫来示威，因为有消息的人士逼空讲，原本要销去中国的640万吨土炭，去互真侪官员甲贪污去，因家己故称兼偷摕，价值128亿美金，合咱台票是3900多亿。 биднийг бол хариуцлага тооцсон бол бас буруу нэрсээ нэг жаахан байна. Бидний нэрслэг гэдэг нь шүү дээ. Нэрсээ бол биднэрт хэрэггүй шүү дээ. Тэдүүс хатуу шийдэл хэрэгтэй байхгүй. Бид нэр зүгээр нэг тэдүүсээс торгуулаа салмааргүй шүү дээ. Буулгахын буулгалтай. 示威民众伫个5个发起占领政府机关的运动，有真侪抗议者因冲去中央大楼。社群网站的顶悬影片，佫显示讲，就算讲警察因正拼死咧阻挡，也是挡袂掉气噗噗的民众。蒙古当年会甲86%的产品出口到中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蒙古通膨阁逼悬到15.2%，经济衰败。原本要出口的总量的一半的这个土炭，还阁去互官员因家己偷不起640万吨。民众因为安尼真不满，叫政府官员都爱对这件代志负责。Юу хийн, юу амлаад энэ судалт ингээд бидний өмнөөс бидний ингээд үгийг ингээд гүйцэтгүүлгээ бид нарыг ингээд сайхан амьдруулах гэдэг энэ чиг гарчаад юу ч хийхгүй зүгээр бидний мөнгөөр ингээ өөрсдийнх нь гизэг дүүргээд энд ингээд зүгээр ингээ суугаад байхад зөв ч юм уу? 當局伫個11月中，捌表示講已經有對30外個官員用貪污罪加調查，並且要展開10項犯罪案件的調查，方向是3大類，包含合約、運輸，還有鐵路這3方面。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 再來看美國的感恩節哦，打過了，唔那新冠的確診病例增加，流感加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病例嘛攏增加真濟哦。佮有歐洲的法國嘛，因為Omicron變種病毒，最近哦一日攏有5萬多人確診，政府又個建議民眾坐公共運輸都愛掛試驗。 美國目前當遭受到新冠病毒、流感，也有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3大呼吸道的這個疾病來急降，並且在感恩節過了後，情況開始惡化。美國在12月初過一禮拜，這個新冠確診的人數就突破35000人，這嘛是3個月以來上界懸的記錄，而且今年流感的季節提早來報道。The vaccine rates are lower. We are a prime sitting target for other respiratory illnesses as we relax our guard down and begin to have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也那歐洲的法國疫情嘛是同款有影較懸，受到 Omicron R 型變異株 BQ.1.1入侵，感染者已經有超過這個 BA5。法國在個過去一禮拜，平均每天新冠確診的人數攏是有達到5萬人，確診的比例比進前一禮拜已經有影懸9.5%。大院和重症的病患嘛增加真濟，正式來到第9波疫情。 法國衛生部長布勞恩在週5視察病的時陣，建議民眾坐大眾運輸的時陣，都愛掛喙罨。Oh, faut pas exagérer parce qu'on a pendant 2 ans, on a quand même subi des obligations. Donc, j'ai regardé dans le wagon là du RERB, nous étions 3 à porter le masque. 也那亞洲，日本的疫情是有衝懸，在過去7天確診的人數超過74萬人，比進前一禮拜增加4萬多人，這嘛是全球上界多。也那泰國新一波疫情嘛，對11月底開始出現，確診的人數對每天2000多人增加到約5000人，死亡的人數嘛對每天40人增加到70多人。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 過來消息來看，12月初一開始哦，台南市擴大科技執法，第17個地點新增設備，短時間就處理超過7000件違規哦。也毋過警方是強調講，處理毋是目的，是幫講民眾為了安全，毋通違規。 這套車車是真濟，台南北區中華北路甲關海橋的路口，這個月科技執法新上路，在這一日就掠到409件違規，佔用燈彎的車道是上明顯的違規。可以用闖紅燈啊，闖紅燈那些啦，就拿我們百姓開刀啊。先早期也有啦，但那個科技執法主要是不是在往前？ 是安怎方法的都唔知影，民眾認為選擇無夠，政府根本在搶錢。新科技執法一上路，對12月初1到初4，第4日台南就舉發7199件違規，佮有這個路口騎機車得特別注意。
还好我刚有两段式，所以知道会特别小心。会。统计违规的项目，第一名是无照行车方向走专用车道，有3165件上济；第二名是机车无照规定两段式倒弯，有1715件；第三是无让行路的人，有1246件。警方强调讲，非法单毋是目的，是为着减少民众违规。那其中的违规太阳以违规占用左右转弯车道直行，以及违规占用直行车道左右转弯的违规太阳为最多。科技执法新设的路段有17搭，加上原地的就有27搭。警方呼吁民众要爱遵守交通规矩，保护别人也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邦桥有一个国小的老师，家长指控讲，伊要求学生家己扇喙配100个做处罚，佮带头欺负学生哦。人本基金会嘛表讲，学校进行调查，也毋过无依法来通报儿少保护，嘛无启动告评，无处罚。今仔早起嘛去新北市政府订情。早来后来家长拢总300份的写明联署单，邦桥某一间国小将近10个家长，伫人本基金会陪同之下，伫新北市政府外口订情，要求要爱改评学校一个细孙的老师。我们有很多位家长，就孩子在家中，他会有出现了，比如说跟弟弟妹妹跟谁玩，他就说，你这样子你自己打100下，你自己怎么样？家长才觉得奇怪，我没有教过他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会？家长会长讲，大人拢甲囡仔讲去学校爱听老师的话，无想到讲囡仔听话，煞是爱家己扇喙配100个。人本强调，经过学校校事会议调查，老师叫学生家己扇喙配已经是事实，但无依法通报儿少保护，无开告评会，也毋审议改评，是咧暗护疑似无适任教师的行为。我们希望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应该要启动专审会，我们希望应要立即解聘不适任老师。新北教育局表示，校事会议2月认定不当管教，而且记新改一支，进行2个月正向管教行为改善计划。教育局移送社会局，社会局10月依照违反儿少法裁罚，学校12月初2开教评会，12月初3老师和地检署起诉。那如果有违法之余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退请学校，然后再请学校端再做一个详细的处理。教育局表示，会依法审查学校函报教评会资料，然后任何疏失绝对袂放目，因为当事教师已经被起诉，学校教评会会个审议，依法搁送专审会，也若正向管教行为改善计划，因为这个教师对4月份请被教到单，也无法度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汤圆大溪的威斯汀酒店，阁有大溪球场的股权要卖，也毋过有地主就出面抗议讲，要去饭店会经过的新路土地是私人的土地。望讲新的市长张善政会当协助地主来解决私人土地和财团占用的问题。还我财产！还我财产！手举标语，大声喊口号，地主组织伫大溪日新路、甲日新路7项的路口抗议。大溪威斯汀饭店、丰喜高尔夫球场占用私人的车路，长期反映甲申请拢无效。青天市长，我冤了！地主表示，违法互占用的土地有7000平，嘛有甲新市长张善政讲，要求要重视宪法，保障人民的财产，协助地主解决私人土地去互占用的问题，要求使用者用市价来买，买当由政府征收或者是协议买卖。从头到尾，这都是私人道路，这私人道路就像台湾大学里面的私设通路一样，任何人不得干涉我们的自由使用处分权益。针对地主的抗议，大溪威斯汀饭店是低调无回应，因讲对这个纠纷是无啥了解。也若用工处表示，日新路的设置是根据大溪丰喜山庄开发许可的申请，市府伫108年嘛针对这个车路的性质做过定义。它是属于建筑管理地质条例第14条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公众通行的现有巷道。对，那顾名思义，其实原则上就是说，它不能够限制，就是说一般的不特定的第三人来使用这条道路。用工处强调讲，日新路伫做路的过程当中，都是核定做开发计划来使用。地主若是有其他的诉求，应该回归开发案，向市府相关的单位来做开发案的变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猎麻仔的季节哦，也毋过昨暗花莲有2个民众伫花莲的出海港猎麻仔，说互海燕拍落海，其中有1个人互救起来送病院，也毋过另外1个人佮失踪，目前是搁在找人。
乌索索的海边，靠直升机伫海边一直飞，海巡警员也伫河边来回找找，就是要找到一个因为抓满载无细钱跌落海的民众。报案的高小姐人迄时阵就伫现场，亲目睭看到两个抓满载的人，和一个大型跟入海。因为感觉那个灯嘛被推，我以为他走路怎么走那么快，结果是被浪推走，推到这大概蛮远的。每年冬天，东北季风正强，是抓满载的好时阵。满载群收向台湾东岸，所以每年拢会发生一件抓满载人不幸渡水的代志。西光暗时，两个人伫花莲县吉安乡的出海口，大型港走了后，边仔伫抓满载民众，赶紧斗相共救起一个人，不过现场已经无喘气心跳，赶紧送医急救。我第一次没办法救他啊，第二次他上来了，我马上就把他拉上来，因为他那个浪潮是往上嘛，我就直接把他拉上来。我们到场的时候，有一个民众已经由现场的民众救起，那目前已经送往医院。附近的民众表示，安尼风险根本唔敢伫河边抓满载，除了因为暗时危险性较悬，那个时阵穿水甲衫，较因为渡水的时阵内底拢是水，搁较歹脱身，常常加速带走无辜性命重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风味糖厂，今仔早起伫糖厂妈祖主驾基础开工。糖厂是表示讲，今年的天气真稳定，所以个甘蔗会当收28万吨，生产25000吨的车刷。配料甘蔗只一开工，威林风味糖厂是目前全国唯一个有咧做糖的工厂，利用5分车载满打收成的甘蔗，直接送到风味糖厂进行制糖。6月上午开始展开，2022-2023年期的制糖作业，一个载嘛吸引真侪民众慕名来看5分车。现在的人都觉得是来可能吃冰休闲娱乐这样子，但是虎尾糖厂它比较特别，是全台唯二还在制糖的工厂嘛，然后又还有小火车还可以制糖这样。糖厂的开工，借着5分车的行驶，借着我们特殊厂的推广，我们可以把虎尾镇也行塑一个这个制糖季，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台长表示，今年因为气候稳定，预估会当采收的甘蔗28万吨，制糖期间一直会到明年3月底。另外，文管府今年嘛邀集徛伫厂商20万斤，新年虎尾糖厂安慰家族，希望会当推广这场安全。我们最主要是要有一个零公安、零治安的核心企业，带动小厂的20个小厂，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让这个从业人员在这个执行业务上面能够遵守一些治安的规定。台长表示，这次文管府辅导协助，新年安全卫生家族，并按厂商签署安慰公约，希望会当透过教育训练、经验分享。提升职场安全，以保障劳工有更健全的工作环境。记者为你报道。来看台东的卑南乡嘛传出讲往来时刻还未收成就落来，损失是真严重。主管机关今仔早起嘛是坐去勘灾，呼吁农民讲有这款情形，会当先去上做证明，去乡公所申报财情。卑南乡美农村阁有未少往来设工园，一卖就落过。农民乡立法委员老豆腐边前，初6早起，台东农改场甲农粮署台东办事处拢到公园会勘。农民讲落过的情况，都是因为天气连咪寒连咪烧，规个卑南乡的往来设工园，拢陆续发生这款的情况，会赶紧认定是天灾，启动相关的救助措施。这句是工厂做 ND 股，未来验就落过啊。阮的调过，毋是阮农民做了早，去做外工要收的啊。你看，规个拢伫涂骹。这个本来就是在天然灾害救助的范围内。台东农改场发现，今年11、2月气温比往年平均温度升悬1.5度左右，可能是造成12月要采收的往来设计落果的主要原因。不过受水面积刚有达到天灾救助标准，也爱向公所进行调查。我们会派员来看，那再将所有的结果再呈报到县府跟农改场来做一个统筹。有农民反映，顶礼拜落果的工园已经开始清理，有的也已经采收。安尼要安怎认定灾害损失？希望中央会当放宽，不过农政单位呼吁农民也是爱先翕相存证，申请财损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花莲东大门夜市附近有一座石来运转的地标，最近因为咧翻修哦，佮去挖到一尊囡仔抱鱼的石雕。文史工作者是调查指出讲，这座雕像是日本时代最厉害的吉祥物，望讲会当好好啊加以保存。就是这座石雕，唔知洪台伫个花莲市十来运转的这个基座内底有偌久。不过附近较侪回人因讲，伫个1940年代，这个水池内底有这个石雕，人拢讲伊是金太郎抱鲤鱼。8年，1933年左右哦，那因这个花莲主港就是花莲港的一个落成，仿照欧式的一个喷水池这样。哦，那童子抱鱼的这个塑像啊，刚好就有点像是说日本的那个七福神哦，其中一个惠比须。对文史工作者所提供的老相片，咱看到这个台湾光复了后，这座石雕还佫伫个花莲旧火车头前。不过1979年火车头搬徙了后，这个石雕佫消失去，其实一直拢待伫土地。43年后佫再出现，公所唔能当甲保存。看是不是能够现地保留或其他的方式来做相关的保留，那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这边曾经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是所有老花莲人的共同记忆。那也希望它能够变成花莲非常重要的另类地标。不过，这座雕像因为是刷历岩，已经有部分受损。文史工作者嘛，唔讲公所会当家修复，也是讲搁加刻一座。等这个十来运转广场修复了后，再搁加放对原位，互较侪人通了解花莲的古早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因应法的草案哦，最近会过来进行协商。一寡动保团体就指出讲，全球粮食生产产生的碳排是占总碳排放量的1/3咯，所以因建议讲，草案应该纳入推广，加食一寡菜色，减少食肉。假使转型的条文，会当来减少食品碳的排放。决心治理。初到立法院就要进行气候变迁因应法草案的协商，几内动保团体初六开记者会提头，甲推广低碳素食纳入立法。台湾动保社会研究会嘛指出，行政院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针对农业排放的计算评估并不正确。刚刚讲从最前面的砍伐森林到最后面的这个冷藏啊、销售啊，或者是剩食的处理，我们都没有把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放进去。动物社会研究会指出，全球粮食生产系统占人为温室气体的1/3。对照资料来看，国人50天来肉卵等等的消费趋势，大人对每顿41公斤，升悬到133公斤，成长3倍；国内禽畜饲养量嘛翻3倍。那我们也会希望说，就是在气候法修法纳入这个条文的同时，就可以让国际上可以就是重视到。其实台湾也是努力的在跟国际一个近邻趋势接轨。动保团体用台北鼓励将减碳排放的概念放入国民饮食指南等做例，立法院各党团来重视，有会纳入立委嘛表示赞成。因嘛强调，唔是要甲畜牧业来作对，只希望甜对全球减碳趋势，人民食较健康，嘛通对环境更较友善。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来看英国伦敦有一个地下33公尺二战时期的防空洞哦，即卖已经真做是精彩农场咯。这款的农场哦，若有阻挡日头烧气的效果，可以当来协助吸收碳的排放，做回来了解。这一丛一丛蔬菜用 LED 电火一照了，看起来拢真水、真好、真款。英国伦敦这间室内水的农场，看袂出伊是伫咧涂骹33公尺深的所在。这伫二次世界大战时阵是防空壕，即嘛是变做种蔬菜农场。And we grow this both for the fresh produce industry and also the extractions market. And the way that we do it is we use renewable energy, we use recirculating water, and we're able to grow the crops 365 days a year with littl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伫遮种的蔬菜，水甲肥料使用的量比传统农业减少7成到9成。农作物收成了，会当伫咧2点钟久内就透过餐厅、超市放伫咧食饭桌仔顶，互人食。在地生产、在地消费，未增加碳卡量。这种农场会当创造永续环保的环境。You know, we're 33 meters under the high street, and we've got all this insulation, which means that we have very steady temperature all year round. The crops essentially have their perfect growing environment all day, have very long shelf life, so you get less food waste because of things like that.
因为是在地生产、在地销售，所以蔬菜价正鲜，正受民众甲餐厅的嘉义。业者按算伫咧2023年，甲正式的面积各增加1倍，来应付零售业者甲餐厅的需求。公司新闻，但是董平报。澳洲最近生活费价趋势是愈来愈悬，民众的生活真歹过。佮因为疫情工作形态冇改变，澳洲有一款合约好存久的厝，最近是愈来愈受到欢迎。咱做伙来了解。全世界经济歹，逐项拢起，想要伫咧大都市找人做邻舍厝，不过介绍俗的厝的品质无一定好，也可容易发生纠纷。电到伫咧澳洲已经真久的这种强固体，以前无啥人爱，怎么真侪人买？ Our offering is highly flexible. We offer 1 to 12 months contracts. We're very agile as a company in terms of the way we can operate under lease agreements, management contracts, and we can also co-invest alongside real estate investors. 厝间无大间，内面的设备真简单，不过公共空间的设备是真潮。无论是租地基也是住长久，唔免开大钱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这种强固体上早是伫咧美国的设果，提供予对无共所在来的人才大加创新发想的空间。这嘛是更加强调社群网络的概念。Employees can have improved work-life balance and improv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corporates can have a flexible and affordable option. 这种厝唔是四季拢有，而且住伫咧城市内面，日常的生活支出也是真悬。大部分的民众恐惊也怪找其他方法来度过这边的经济生存战。公司新闻牛延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 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